兩梯四戶，03戶型嘅91平方，02戶型係120平方嚟嘅。咁04戶型嘅係141平方，01戶型169平方5房嚟嘅。睇下佢整體嘅設計，嗰邊係廚房嚟嘅，呢邊就會做到一個父母嘅房或小朋友嘅房都可以嘅，可以做。咁都係橫廳嚟設計啦。咁外邊嘅環境呢就更加好啦。富華里就係旁邊嚟啦，無遮擋嘅景觀。咁入邊嚟睇下先啊。公共衛生間，呢個書房嚟嘅，呢度一個房嚟，主人房。